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ife in me. Oh,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it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All 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it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ife in m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it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All 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做大家平安。平安。好，咱伫开始敬拜之前，咱三个用这首诗来学罗咱的上帝。伊若我靠耶和华，伊若我靠耶和华，伊让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自传。伊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主作要打破。我要发起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发起来到主面前，基督主我何乐出生命。伊若我靠耶和华，伊让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是传。伊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主作要打破。我要发起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发起来到主面前，基督主我何乐出生命。我要发起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发起来到主面前，基督主我何乐出生命。这首诗甲咱讲，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会充满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就来到主的面前，要来主伊来祈祷。吼，咱先用这首这节的圣经在三甲来宣告，咱做伙来读。上主，我的上帝啊，我求叫你，你有医好我。圣经甲咱讲，我的上帝，咱若求叫伊，伊就会医好咱。咱爱来到伫主的面前，三甲来祈祷。第先是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会通感谢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伊是万主的主，伊创造所有，伊是公义甲慈爱的主。咱会通伫伊的面前来认罪甲悔改，来归向上帝，来敬畏上帝。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来祈祷，你是行基础的上帝，主，你是美妙的主，你是创造万物公义慈爱的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来感谢，想你一生所有福气的代志。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我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我们有敬畏你的心，现在主，阮伫清早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三甲敬拜你。也大声要三甲来俄罗斯你，感谢主你。主，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赏赐我一切万项有，你互阮伫即个世间中间有会当平安伫即个所在来徛起，阮感谢你。主，阮要特别感谢你，保守阮伫过去一礼拜中间，你赏赐逐项互阮教业，所以你伫你的面前摆咧祈祷，安尼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妹，过来是医治甲透房的祈祷。咱对遮所读的圣经有甲咱讲，咱求叫伊，伊就会医治咱。所以咱会通邀请主耶稣来成做咱的主，不但是咱心灵的主、思想的主、情感的主、意志的主，以及身体的主。咱会通将咱的烦恼交托伫主，咱会当下手伫咱的胸坎，也是咱病痛的所在，来向主祈求，互家己会当。饶赦伤害过家己的人，上次会当求主的疼充满伊伫心灵，会当用主的疼来去疼遐伤害过我的人。咱会当伫主的面前，三甲来向主祈祷，咱三甲开声。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
阮中间辛苦看病白疼艰苦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也医治伊，奉献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量查，互阮拢当得到信心的永驻，也保守阮有勇气的身躯，互阮有喜乐的心来学劳你，来感谢你，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知你是医治的主，阮若按中间兄弟姊妹若有需要，当阮下手伫阮的胸坎，也是阮边疼的所在时，主你的医治就要临到伫阮的中间。主愿你的神帮赞所有欠缺、所需要、所安慰、所医治的这兄弟姊妹，愿你来医治因，来安慰因，来看顾因，来帮赞因。主将阮的需要摆在你面前时，你就知要怎样来医治阮，来帮助阮，来看顾阮。咱将正兄姊妹的需要拢摆伫主你面前，愿你亲自来医治，亲自来讨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生命，阿门。咱要为着咱主日来守望祈祷，咱做伙为着咱教会牧者、中级团队，也是这礼拜中间参与伫逐项服侍的同工来守望祈祷，求主来赏赐属天的贵力完毕，互所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咱也要为着本主日是大港节的节期，甲圣诞的逐项事工来祈祷，互对来信徒的灵命搁较进深，对我可以袂当搁较勇敢来宣扬，来带人归主。本主日咱是上帝大海结业甲毕业典礼来祈祷，愿每一位同工的信徒来感谢主，也为着新德圣经学院伫专台的事工的推动，会当顺利来祈祷，有主的同在来福杯满溢。咱要为着第七组来祈祷，第七组的区长是美会长老苏清长老、甲洪满执事、甲永成小组长恳求主用伊的话语来起造性命，属灵的性命的根基会当稳固无摇动。求上帝赐予所有的组员心灵健康，以治病痛来得到专注。也求主保守组员出入平安、合家无福。咱三甲非常为着教会主日的事工来祈祷。要上帝，我们为着今日的主日礼拜事工甲服侍团队来祈祷，特别今日后上伊大合，而且会表演甲上台，然后每一位校员都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也看顾阮上帝来下的学生甲家庭，拢有主的平安喜乐。阮也为着第七小组来祈祷，为上帝看了伫第七小组的区长、组长甲每一位组员，拢有上帝的话，最新的根基，也互因身心灵平安健康，也保守真大家当出。主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一个好的生日，互阮伫你面前来敬拜你。主今早起是新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也是上联大学的毕业典礼。祝愿你的神保守伫这中间，主你有引带侪上台的学员，互因通过伫教会所举办的上联大学，会当直接学习来得到成长。主愿你也保守所有无论是毕业还是结业的学员，以及因的所有的家庭、家属今日参与伫咱的礼拜中间，祝愿你的神拢偏偏来看顾因，来赏赐伫因的身上，保守因头前的路会当得到顺利。咱也为着所要来的圣诞节期来恩主你感谢，感谢你也有降生伫这个世间，诚做阮的帮赞。所以，互阮搁一摆透过圣诞节期来思想主，你伫阮中间，为着阮生，为着阮死，安尼的过程，搁一摆来孝念你。你也保守今早起的敬拜，会当对头到尾顺利，恭敬摆咧伫主你面前。我这时也要三甲用主所教是阮的祈祷文来三甲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谢，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是就像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下面要请双联大学的歌班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敬拜。欢迎邀归主上帝。头第班先。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
这时要来请廖松辉长老来点导大港节的第二支蜡烛。点着第二支蜡烛，这是伯利恒的蜡烛，提醒咱迄当阵玛利亚甲约瑟安怎准备耶稣的诞生，咱佫着爱安怎来准备基督的来临呢？接着，咱要来三角吟圣诗第181首《同心学罗天父》，请起立吟全首。同心学罗天父，少年言我兄弟，听堂明明不用我知，教我的天地，学罗耶稣尊名。
当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权能的上帝，愿即时用欢喜敬虔的心为你敬拜。愿阮俄罗的声透到伫天，tou一人的心，荣耀主的名，互人听见、看见。主伫阮中间，是阮所高举的名，是阮要仰目的仰望。感谢主上帝用永远的听来听世间人。你创造阮人类，备办道路。你的救恩早就已经备办好势，伫美好的计划中已经定落永远的约，并且伫2000年前的伯利恒，这个约已经实现，就是天父上帝将独生圣子耶稣赐予阮，显明你疼痛甲恩典。我要用俄语来表达感恩，用点滴来写念早前以色列的期待甲愿望。最后说，你用身体甲保费救赎你的百姓，建立基督教会。愿承接这个使命，延续父上帝的旨意，伫地上见证主上主的恩惠甲同在。愿伫这个教会，迦南教会，也伫桃园这个土地徛起59年，对成立到成长，对发展到发展。愿回头看过去的日子，一路来拢有你的引带。行过的路上有你恩典的热印，愿献上感谢。当阮头前展望将要迈进的第60年，阮用期待、高跳的心，要来迎旨准备。求主帮助阮，互阮所计划的逐项庆祝甲纪念的活动，会当合主的心意，计划合宜，筹备顺利，互所有服侍甲参与的人，三甲伫主内欢喜、受感动甲激励。最后，我嘛要将本周的事工交托主的手中，特别今仔日是上大好的主日，还有圣经学院奉献主日，甲普世圣经纪念主日。求主你祝福，互阮的福音事工兴旺，会当互更较侪人来得到救恩。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6，就是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一声，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伫因的献祭，嘛唔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假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一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下面要来请上林大学来献诗。今仔日有6个单位，6个班要来献诗。首先要献诗的是上林大学的合唱班，请日文班的同学请先准备。
咱用普声归荣光，互咱的上主，感谢主。下面要请日语班的同学来献诗。好，请日语班同学可以上台，因为所要献的诗是《旅愁》。同时要请英文班的同学准备。咱将普声用英根归予咱的上主。下面要请英文班的同学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 What a wonderful we have in Jesus。刷接卡拉 OK 班的同学也请准备。
那个一届用普写规演讲互上主。下面要请卡拉 OK 班来献诗。后一个节目后一个迄个敬拜乌克丽丽班的同学，请准备。
后一个献诗的单位是乌克丽丽班，请准备。那接下来也请手语班同学准备。最后一个要献诗的是手语班，因所要献的是快乐的出房。
声鼓励，掌声鼓励。咱搁一摆来拍破来感谢咱遮松大的遮学生我想也要透过这个时间咱在场松大的老师因为遮学生拢有遮的老师来教导所以遮松大的老师包括鼓班、陶笛班、合唱班、日文班、英文班、卡拉 OK 班、乌克丽丽班、手语班、甲健康舞蹈班的老师，有在场的嘛，请恁起来好不好？好，这些松大的老师们，好，请你们站起来。好，我们也拍手来，谢谢你们，好，这些老师的辛劳。好，嘛爱感谢咱的校长甲副校长，好，还有咱遮的委员，好，所以咱也为着咱的江南教会好的松年大学，好，已经创办将近30年了，好，遮尔久长的时间，即只伫咱这个所在，让好咱的长辈活到老，怎么样？学到老，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松年大学，好不好？好，这学期已经要结束了，好我们下学期是3月开始好，所以我们可以在2月之前好来注册。咱个一摆用普话声好来感谢咱家松年大学遮的学生同学，谢谢。好，下面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咱要来看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要看第7节到第11节。对上帝特别的恩赐，通过伊大能力的运行。我成就福音的采用，我成做福音的采用。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是第一美色的，伊竟然使我恩典，通将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传予外邦人，通互所有的人明白上帝安怎实现伊的奥妙。创造万物的上帝，伫过去的世代有将这个奥秘隐密起来。是要伫现今的世代，通过教会，互天界的统领者、权力者，拢通认捌上帝逐款的智慧。上帝安尼做，是根据伊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已经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实现啦，将丰富传予人。今听陈牧师，咱教会董事长、与会长老。佮在座的长老，特别咱遮的上代委员，拄则咱的牧师已经有介绍吼。毋过咱甲最重要是教会遮的主要的同工，特别是咱的小会、中级会，对伫松尼大学的支持吼。在座的中级请会手一下，嘛，互咱的遮的松大的迄种同学甲家属熟悉一下吼。来，请咱遮的长老吼，遮的小会员同工，遮的委员。担任松尼大学总校校长一年，会走足侪场的参加无相款的毕业典礼，亲像后礼拜去甲公山。每一年，咱伫看每一间分校，特别教会伫支持松尼大学，毋是拄啊活到老学到老，佮较重要是咱的教会牧师伫计划遮个事工，甲长老甲遮个同工伫计划时阵，是要互灵魂得救，这才是活到老学到老上较重要的意义。所以，咱会当看到。真侪教会伫办松尼大学，真趣味。你若甲拍松年大学吼，你会看到新北市招一堆松年大学出来。像那新北市最多松年大学，因为因前的馆长，那个叫做台北县的馆长的时阵是苏贞昌，后来嘛做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伊的妈妈读松年大学，读了伊会感觉讲，太教会学校办这遮好诶，全部台北县。20-30个乡镇县市全部拢总设松年大学，因为学咱的教会办松年大学，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拄则咱科长在带咱读圣经的时阵讲，学上帝逐款的智慧，学习上帝诸般的各样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在哪几样？咱的松大所上的课，第一个就是认捌上帝、认捌人，神学。神学是认识上帝、认识人，所有的大学拢对神学开始。第二个是医学，医学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要互人知影讲，咱活伫大自然内底，咱的身躯所食，咱的吸收所吸的，互咱的身躯愈健康。所以神学是现在的人文学科，医学是现在的自然学科。第三个就是人甲人做伙，爱有律法、法律。法学，法学就成为我们的社会学科的3样的滥觞。
所以对于教会学校开始设置的捌上帝、捌人、捌历史，这是人文学科。佮家通过医学来认捌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所以通过学者的，咱会当知影人甲人做伙是一种社会。这种社会学科是帮助咱的家庭、咱的社会、咱的民族、咱的国家、规个世界，这是一种彼此的学习。所以人甲人做伙是一种不断的进步的。今日代表咱雄利大学来祝福咱嘉南分校，愿上帝恩典丰丰富富，拢互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大人有囡仔，咱有拄则看到毛小朋友啊，甲咱时大做伙吟诗，做伙表演，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所以真多谢咱的教会，咱看到注重这个。我知影我拄则甲柏志牧师、牧师、校长同工会拢继续无闲的。啊，今仔日真趣味，我讲的题目是将丰富传给人。咱有看到咱的节目有丰富无？所以拄则牧师在邀请咱大家做伙来上课。恁兜若有时大，伫厝定咧看电视，看到毋知要看对一台来看嘉南这台，互咱会知影讲咱的教会所办的这课程是丰富的，而且是真实的去人跟人在一起，有温暖的。所以今日咱用以弗所，保罗写互以弗所这张批信，在讲咱的生活是一种学习，不断在学习。法国有一个学者叫做阿道，伊讲古代哲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古代在训练人，哲学是在讲思想。照讲即摆咱伫毕业典礼一定爱戴帽啊，但是我无习惯戴帽啊，这爱穿这学位袍。较主要毋是讲学问尔，定是重要是要讲上帝真理。所以传统上咱爱戴帽啊，但是我无啥爱习惯我对少年到即摆嘛无啥在戴帽啊，所以较歹势。我今日个无戴这学位袍，无戴这学位的帽啊。重要就是讲哲学思想足重要。人若会晓想，台语讲会晓想，才会正样啊。啊，若袂晓想咧，就唔正样，不像样，不像话。会思考就会说，不会思考就跟着人家怎么说怎么做。所以咱个毋是八哥，咱毋是鹦鹉。所以咱会晓想，才会晓讲，会晓讲个会晓做，会晓做个会当变做你的习惯。习惯养成了变做你的个性。个性了会塑造你的命运，所以咱台湾人也是讲华人，常常都会讲我命运不好，我命运歹，无迄种代志。命运歹是因为你头壳歹，你无认真想，无去解决问题，所以袂晓讲，袂晓做，个互拖咧戆戆说，所以你的命运歹，因为你的命运操纵伫别人的手，所以这是一个性命的问题，是哲学思考的问题。伊嘛佫继续讲，即个阿道讲，基督徒。通过圣经学咱的生活方式，圣经也是你生活的方式。但是你要互圣经影响你较侪，还是要互圣经淡薄仔影响，还是圣经一点仔拢无影响你，安尼就足可惜啊。松年大学是教会学校里面的一环，所以我都常咧讲话讲，咱的教会学校从最早开始有教神学，有教医学，有教法学。所以这互咱会当了解，这拢是圣经在教导的，教导咱会当了解上帝话语的丰富。所以保罗嘛将这个丰富，保罗就将什么是最丰富的？他认为什么是最丰富的？他跟以弗所这个教会的人住在这里的人分享。所以保罗讲伊的传统，我是犹太人，我有犹太传统；我是罗马公民，我知影罗马的政治的运作；我有受神学的训练，伊嘛有受到哲学训练。伊伫伊的老师叫做加马列，迄是当时上界有名的老师的训练。所以知影讲，这个传统拢真好，但是当伊拄着耶稣了后，伊感觉上界好的就是伊生命的方向。我生命的方向才是我要走的路。咱来参加松年大学的同学，这是你生命所选择的路，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这条正确的道路是，你会当领受到你生命的意义，通过耶稣基督福音。你生命有价值，因为有人为着你来牺牲。你的生命是真珍贵的，比你所挂的珍珠搁较珍贵，
因为有人为着你付出性命。最大的爱是为别人牺牲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这嘛是教会精神，这嘛是咱办上帝大学的精神。我当年拢在听这爽达40几间的分校的校长在报告，咱的蔡公和长老，甲伊的负责人长老娘，因会去分享松年大学迦南分校在做的事工。我知影真无容易，毋尔因夫妇同心。佮教会牧者同工做伙同心，咱会当看到这是生命的方向，这是生命的意义。所以保罗伫遮在提醒，2000年前在提醒，今仔日咱伫2000年后，咱嘛犹原得到这个提醒。咱知影提醒是为着啥？亲像咱在座若做爸爸妈妈，你甲你的囡仔提醒，是对伊有啥物？对伊有愿望。咱对伊提醒的对象是对伊有愿望，所以保罗的提醒。是要带予以弗所教会有愿望。伊讲犹太传统是训练人严谨的、纪律的生活的，所以严谨的、纪律的生活的脱线，你会知影伊个安怎？逐项架线遐那线，所以咱毋才会讲脱线，代表袂不牢靠，所以知影讲袂稳。所以严谨的、纪律的，这是很重要的。伊安尼训练。1天、2天、1年、2年、10年、20年、100年、200年、500年、1000年、2000年，犹太人这样的纪律严谨的训练，你会当看得到。你会记得去年10月无？到今仔日还搁在拍，以色列甲巴勒斯坦还搁在战争。战争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去年10月一拍落了后，世界各所在以色列人拢怎安怎走转来？会当个拢走转来以色列，迄就是思想的训练。阮兜若有代志，我袂使当作无代志，佮走转来。我嘛问咱台湾人，问咱住伫台湾的华人，如果台湾有事，你是要跑出去，还是在美国、加拿大、外国的人会跑回来？你想咧？迄就是咱的思想。你若训练讲，咱兜若在火烧厝，大家拢紧来走，毋是拍火，你的问题就来啊。所以思想会影响命运。咱若台湾有代志，大家拢紧来走，咱的头前的命运就是问题开始。所以思想安怎思想，安怎训练是何等重要。所以咱看到以色列，因安尼教，所以家己厝有代志。大家人拢拼倒转来，固守家己的故乡。你的故乡伫对，毋是卡摩呢，鸟啊飞去啊，嘿，是伫遐讲出咱性命是一种对上帝来的听的基础。所以保罗提醒，因为伊有愿望，犹太人愿望受希腊文化影响，也是罗马帝国影响的。拢有一个上介重要，就是你听你所爱上帝、爱人，这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个爱是能够被感受到的，那个爱是能够被生命影响的。所以咱看到保罗在讲这的时阵，伊讲我讲的拢是过去的历史，但是今日讲的是我甲福音、甲我的工作连结，甲伊的生活连结做伙。伊认捌耶稣了后，伊知影讲这是伊的智慧。上介重要的根本，每一个人都寻求智慧，但是你智慧的基础在何处？你智慧的能力核心价值在哪里？那拼第一名，结果是为着要贪污尔定。你若智商157，结果后壁较发现讲是拢骗人的，咱就知影。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看到讲，福音是要通过咱的积分运用的工作，要改变人，要改变这个社会，这是基督教育的上重要的核心价值。保罗将这个命令对耶稣基督来，这个命令，伫伊所推动的福音的事工内底，通过教育一下福音的这个培训。所以拄则咱所读的以弗所书第3章，就是在讲伊的心中、伊的理念，伊运用伫伊的工作、伫伊的生活。所以人拢常常咧讲，你的身份是啥？咱真侪人就爱互人讲你是 VIP，
V 一个 V 还不够 ，very important。VVIP 常常真侪人一个 V 无够，爱2个 V、3个 V， 常常拢期待是你的身份。但是保罗讲，无论你的身份安怎，拢参与伫这个丰富内底。无论你的身份过去是安怎，互人看，有形的身份还是无形的身份，拄则咱会当看到双大的同学，大家拢轮流起来，这是有形的身份。但是当伊离开教室，当伊甲厝的时阵，身份才开始。有形的身份是让人家知道，这是日语班的，这是英文班的，这是合唱团的，这是卡拉 OK 的，无相款的班。但是拢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将所学的甲别人分享。双大的同学们，你若会晓，这是足重要。我要分享讲，真正的学习是什么？老师教我教，我会晓，我搁教互别人，别人嘛会晓，他叫做我会晓。我懂了，不是自己懂，是你会教给别人，别人也懂了，才代表你会懂了。嘿，所以是一个教育的传承。所以保罗讲，有形的身份是我们都是同学，但是有的人讲，保罗，你也毋捌军队耶稣过啊？耶稣的学生多12个而已啊，耶稣的学生只有那12个，你又不是那12个，所以你的身份是啥？有人拢爱讲身份，保罗伊无身份，但是伊若伫耶稣的团体内底，伊无身份，伊毋是亲像耶稣的学生彼得甲伊的同学。但是若讲身份，伊有上好的身份，伊是罗马公民；伊有一个上好的身份，伊是上好的学校毕业的。所以这是社会人所爱，所以伊通过用社会人所爱伊来讲。所以身份无得分悬甲低，你是 VVVVIP， 我是普通的市井小民。保罗伫遮讲，身份就算是微小的身份，都有直接跟间接。有的人伫某一个群体内底是有直接的身份被认同，亲像耶稣的学生。保罗伊无迄个直接的身份，伊是间接被耶稣影响。但是伊讲，这拢无重要，上重要有真多。迄个做一个人，做一个耶稣基督学生，做一个双大的同学，上重要是啥？就是将你所知的甲别人讲，互别人会当影响。所以咱拄则一开始，咱有看到咱的迄种讲古的无？吼，你知影讲古是创啥？迄若讲即种古吼，甲讲爵士鼓无共款啊。讲即种古是要创啥？要修正啊！你知影讲古是要修正，迄是一种士气，一种提升。咱讲这个古是即马变做艺术健康。你若惊你有50斤吼，你就来讲古，你有看到讲哈，搁袂使堵着别人，你来看。所以，半公生笑，练身躯，然后阁是团队，而且是精神集中。你若慢半拍，人已经讲了，你甲讲落去，你会当看到，迄是一种学习，足注重的。所以真侪人在讲古是一种气魄，一个团体的气魄。讲古是代表你准备要出阵，出阵的时阵讲古，集中凝聚精神。讲古伫今日个礼拜来讲，对我的理解是改变做是一种，咱咧甲人做见证，讲来，阮有准备好要甲你分享阮所学的，迄是一种精进，甲家己所学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种福音的使者，要甲人讲，互人知咱已经准备好要分享上介重要，就是丰富的奥秘。这个丰富的奥秘是对耶稣基督讲互门徒听，门徒佮分享互其他的人。所以保罗甲耶稣学生，伊拢诚做使徒，诚做是一个甲人讲，台语叫做食好斗相报。你知影好食好诶，只要我有学着，我要甲人讲，我学诶是啥物货？这种的稳定，这种的亲像宝藏一样，我们大家都希望寻找。咱伫看电影内底，拢会看到一种宝藏寻宝图。你希望你寻到你人生的最宝贵的那个宝藏在哪里？咱拢继续在找，但是福音的影响是一个上较重要的。教会
开足侪钱，开足侪人力。开玩笑讲，也无趁汤，也无趁粒啊，拄趁着一个忝尔定。你问蔡长老，伊就甲你讲对，拄趁着一个忝，足无用的。但是，迄是特别互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咱的教会牧者同工咱生活的方式。都在讲，圣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圣经说我们办这些。你看你交偌侪钱？某一边有一个人甲我讲，好，校长，咱来继续推广，总校爱推广，看会当全台湾几百间的爽大无？第一，钱交了少，佮你较定下看礼物吼，佮拢超过你所交的钱。咱咧交的钱只是淡薄尔定，因为后壁有一个为着听来牺牲的精神，这是耶稣基督福音，这是丰富的奥秘。这个丰富的奥秘，毋是在讲上个学问较悬，有博士无，有硕士无，有学问无，多一项尔定，就是接受创造的主，接受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就是奥秘。你若有接受着了后，你就会当了解奥秘从何处开始。有人开始分享这个听，因为迄就是奥秘。有人在教咱会晓弹，会晓歕，会晓唱，会晓徛到遮，就是一种勇气。这拢是一种积分。师道的积分，就是甲好报互人知。咱办双联大学，咱的教会就是一种好，要互人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教育的重要性是要互人的性命愈来愈水。我要邀请大家做伙来读这首诗，拢总2页，好，咱做伙来读这首诗，我们一起来读。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良善，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良善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惘。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这个诗人泰戈尔，伊是100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伊的诗内底虽然是用英语写，但是咱会当看到这首诗真趣味，伊的名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教会内底咱常常会有讲到这句话，但是诗内底在讲的讲，请将你的生活当做一个光，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光会引导人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良善，英语讲 goodness， 那个良善会保守别人，会引导别人走出绝望。教育是把良善呈现，然后让那个阴暗面被光照。所以咱当看到办双联大学是教会其中一个事工，对主日学到双年大学到双年团契，拢是在互人诚做光，引带别人行出黑暗，互人的心无伫绝望内底。本来已经孤独老人，但是因为来参加双联大学，伊的性命愈开阔。我常常咧参加双联大学，真侪迄种毕业典礼，在校生也是毕业生。我捌听过毕业生足侪人，毋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伊后来加入双联大学了，伊感觉基督教的信仰改变了他的生命。我其中分享一个，有一个人，伊过去拢在参加进香团遮，无啥物礼民活动，我就走去逐位耍。因兜经济阁真好，定定出国。伊甲我讲，伊一年至少出国6摆至10摆，等于讲逐个月拢在出国。某一段时间，伊的先生过身去，伊毋知要安怎，逐人招伊对，招到有一天，因囝讲，妈啊，你敢要甲厝租互人？你住饭店就好啊，因为你收厝租比你你反正你定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00天拢出外伫佚佗，所以干脆甲厝租互人。然后你家己住，迄种厝税钱，佫会当去住饭店，佫毋免款。你看开偌侪钱，但是伊讲，伫伊还未读双大进前，伊感觉人生就是安尼吃喝玩乐，足无意义的。虽然足好耍的，但是后壁转来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会感觉足无聊的。
后来有人甲讲，啊无你来对我来读松大好毋好？伊就讲松大是啥？啊，对来看，叫一读4年，伊逐工真快乐，伊无过去进香团，伊无伫遐乌白马，伊感觉伊的人生找到意义啊！伊的同学就是那一道光，把人的黑暗照出来。请把你活成一道光，然后呢，让别人走出黑暗，让别人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信仰就是你的价值观，信仰就是你的力量，信仰会帮助人走出迷惘。互人伫遐咧沙无方向的时阵，你帮助伊，互伊当找到生命的方向。所以诗人讲，愿我们都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教会学校就是在做这代志，咱的教会就是在绽放所有的美好。所以咱会当看到诗人写诗，在回应保罗伫2000年前在写的，讲百般的智慧，我们大家都有不一样。今日若一人讲古，无共款；10个人做伙讲古，迄就是气势，迄就是10个人的精神。百般的智慧，就是你我们大家一起呈现智慧。呈现智慧背后那个永恒的意义，所以传统上犹太人感觉讲犹太人上巧，因感觉讲上帝赏赐予以色列人上聪明。你也甲看吼，单一族群以色列人是最多拿到诺贝尔奖的，华人几个？真趣味哦！咱华人给诺贝尔奖还是很少数的，犹太人一堆。所以传统上犹太人感觉讲因上巧。因为因足知影啥叫做智慧，智慧是啥物？伊马上甲你讲旧约圣经刻出来，互你看。头前咱用咱新教的圣经，头前5本就是律法、诫命，对的、该做的，袂使乱来，拢写甲清清楚楚。那个就是纪律严谨的训练。第2段伫遐讲历史是啥物？对因离开埃及了后，因过迦南河，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开始要凝聚强壮的民族，去攻破遐其他比因搁较强的，亲像亚利哥这种城，因爱凝聚民族意识、勇气，大家要相战啊！所以讲，我靠上帝是因的历史，若无我靠上帝个土。所以历史内底甲因讲。你徛伫对一边，你若徛伫智慧迄一边，徛伫上帝迄一边，你就是一只梦。你若无徛伫上帝，无徛伫智慧迄一边，你个会真凄惨。所以当了解因的人生、因的历史，所以这历史伫圣经内底写了真清楚。后壁咧，因知影讲对上帝所得到迄款的水，所以有产生文学、产生诗，包括所有的艺术作品。咱拄则所吟的诗歌，有教会音乐，嘛有社会的民间的音乐。但是咱会当看到，所有这的音乐，这的属伫水的，拢是伫文学所产生。所以咱圣经上界中是叫做诗篇，诗篇就是所有的文学最美的地方，用诗、用歌唱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对因来讲，这拢叫做百般的智慧。后壁圣经的后壁叫做先知。先知咧讲规个国家民族的方向，国王伊统治万民，统治所有的人。但是国王有国王的方向，搁较爱听先知所讲的方向。所以咱会当了解，伫历史上，这拢是叫做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来甲耶稣基督了，保罗讲，这百般的智慧赞，但是毋是多一个赞尔，上界赞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互人的心改变，无伫遐变做自以为是、自傲、自以为意，这骄傲的、负面的，这拢毋对。所以对犹太、撒玛利亚到世界各所在，去分享这种听内底有智慧，智慧内底有听，这种的精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精神。所以保罗将这个福音传到各所在，要互人知影这个永远的旨意。是超过时间空间，是上帝的心意，比人的能力更较开阔。人是有限的，总是上帝是通过时间空间，互咱看到。拄则咱所读的泰戈尔的诗，
伊100年前写一首诗，伊会当伫遐咧讲出用性命来影响性命。真侪人读泰戈尔的诗，会当得到真大的帮助。这拢是永远之义的其中一款。所以永远的之义，毋是要含入比较。拄则咱伫吟的诗歌，有人有一首吼，就是讲啊人比人吼，安怎，你就足生气啊！所以毋是含入比较。上帝旨意是要你我，咱都有担着无相款的稳定。咱看到咱所大的同学，毋是大人拢会当参加每一班，你有限的时间学有限的物件，总是通过甲别人做伙来努力的时阵，咱会当看到参加爽大伫咱迦南教会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祝福。幸福是靠计划，毋是靠计较。你若计较，无有真正的幸福。爱计较的人，拢伫遐拼输赢；爱计较的人，就是要得到搁较多。愈得到愈多，愈想要得愈多，后壁安怎？愈来伊的世界愈来愈窄化。他只看到我要，我要，我要。镜头啊，伸出来，互人的比家己客搁较有福气。但是华人是家己客比互人的搁较有福气，但是愈自私的人，伊袂有快乐。永远的旨意是一种疼的牺牲，所以这种疼的牺牲是一种教会精神。6个月前有一个神学家叫做莫特曼，莫特曼是一个影响这个20世纪到21世纪的一个神学家，伊是德国人。伊过身的时阵得要100岁，得要100岁，所以你会当想象，伊是1920年代的人啊。所以伊伫少年的时阵，伊伫德国，因为伊是一个德国人。德国人你会当想象，伫20年代出世的，拢有参加到2次世界大战。莫特曼伊有参加纳粹的德军。伊伫德国军队，你若看电影，你会知讲德国的军人安怎穿了拢足好看。迄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的精神，代表因的武力，代表因的设计，代表因的战力。所以迄个战力是很强的。所以一开始势如破竹，一直赢，一直赢，一直赢。但是后来美国加入了后，盟军的资源越来越多，德国就一直战败，一直输，输到上尾，德国的军人拢互掠起来。这个莫特曼嘛，互人掠起来，伊互关伫英国的军府内底。伊伫遐想讲，英国人嘛是基督徒，我德国人嘛是基督徒，但是我今日是战败，我互掠起来。伊的人生无远茫，伊毋知伊会活还是死。所以伫关伫监狱的时阵，伊就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通过读圣经了后，上帝的话点导伊，互伊的人生有远茫。所以当伊有自由，得离开了后，伊开始将迄个心境，伫互人关伫监狱内底无远茫的时阵，上帝的话安怎帮助伊，互伊有远茫。所以伊写一段伊的心的历史。我来读，咱大家来看吼，因为有较长，拢总3页。从一个人从封闭的自我逐渐走出来。而且让他的生命越丰富，成为影响时代的神学家。我来念，大家慢慢来看。当我爱上帝时，我爱身体的美妙，运动的韵律，眼睛的闪耀，拥抱感觉香气，千变万化的创造的声音。当我爱你时，我的上帝，我想要拥抱这一切，因为我以我的感官在你的爱之创造里来爱你，在与我会遇的万物中，你正等待着我，但是你却在外面，在我之外，怂恿我走出内心的狭隘，而进入热爱生命的开阔之处。因此，我从我自己走出来，在我的感官中发现了我的灵魂，在别人中发现了我自己。当我越爱上帝时，我越能欢喜地活着。当我越能直接而全人地活着时，我越能体验到上帝，他是生命不可穷尽的泉源，而且永远活着。咱看到伊讲几摆，我爱上帝。大多数的人拢会讲我爱上帝，但是爱上帝是伫爱上帝的啥物？
可能是爱上帝所创造我家己，其实是我爱我家己。我爱我自己，爱我自己怎样？眼睛的闪亮，底下行话来对，这个也不错。我要拥抱这个，我要拥抱那个。我的感觉，我的感情要最好。你知德国人就爱香气的，和迄种香味的，哦，迄种花草茶，迄种水好的，德国人、欧洲人大多数拢安尼吼。所以种香味伊嘛足爱。所以千变万化的创造的声音，这拢是伊家己爱。但是等于讲，我爱上帝时，我爱这些感官，我爱这些与万物的会遇，这种徛伫本位主义，徛伫自我中心，在掠家己所爱，这是常态，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大家都把自己所要的往自己身上拥有，但是等于伊的性命对无了后，你较知影真正有是啥物货。当一个人无的时阵，你才会当真正知影有是啥物货。所以等于讲，我有上帝，但是上帝你是伫外面呐、原来你在外面怂恿我走出我内心狭隘的空间。人拄啊看到家己的时阵，这个人生命是狭隘。所以当我自己走出来，在我的感官中发现，原来我的灵魂甲别人在互动的时阵，迄个甲别人互动，我生命的价值才是开始啊。与别人互动才是生命价值意义。所以就像我们的松大，包括我们的教会支持松大，这都是我们跟别人分享，都是跟别人互动。所以你看到以下第三段，伊讲：当我越爱上帝时，伊讲当我不是爱上帝而越来越爱上帝时，我越能欢喜的活着。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你哪来哪听上帝，哪来哪爱真理，你有哪来哪快乐无？是否越来越欢喜快乐的活着？盼望神学家当他发现到这个 key point， 这里重要的转捩点 turn point， 他发现讲最重要的是越欢喜快乐的活着。你有望你的人生愈来愈欢喜无？这嘛是咱上年大学，咱在创办，咱在30年来，咱望互这上年时代愈来人生愈快乐。这就是这个盼望神学家伊在甲咱讲的同款的。所以当这位盼望神学家他说，当我越能直接而且全人的活着的时候，全人活着就是内外一致啦。你有欢喜无？不是嘴在笑，心在郁卒。你是全人的活着，而且是因为上帝那样子的恩典丰富，你能够向上帝是不可穷尽的泉源，而且永远活着。所以这个人虽然6个月前伊过身去啊，但是每一遍我搁咧读伊的册的时阵，我发现讲，哇，这个人行过互关伫监狱，唔知影有没有明天，但是到伊行出监狱，真做自由的人，真做会当读册，因为战争无机会读册，伊读册，影响，对德国影响到世界，包括台湾。博智牧师甲我拢伫台湾新汉语，我有一个老师叫林宏信，林宏信老师就是这位莫特曼的学生，所以老师影响学生，学生影响伊的学生，所以将丰富传互人。咱的松大就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支持，所以找好的老师来教学生，互学生学到老师的丰富，因为老师的丰富对咱的教会丰富。所以祝福老师祝福学生祝福伊的家庭，影响长远。所以这是将丰富传互人。最后，我邀请大家做伙来读这个结语，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奥秘是安排好的，因为他的旨意要让众人同享他以前隐藏的目的。这奥秘就是照亮众人，借着使徒的职分，热切地将上帝丰富的恩惠向其他的人分享。咱的教会就是做使徒的这份，就是广召互更较侪人。咱拄则看到咱的教会安排点蜡条，点蜡条就是照亮他人，
当上帝恩典通过咱的教会办双联大学，咱真侪兄弟姊妹，无论是支持、鼓励，或者是亲像老师教导，我们都是将上帝的丰富向其他的人分享。愿这个恩典继续。因为今仔日是嘛是上时是咱双联大学的总校的设伫圣经学院，咱的美会长都捌做过圣经学院的当事吼，所以咱会当了解，通过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支持，咱的圣经含义在做这个事工。下面要来播放这个影片，甲大家三甲来看咱的双大总校圣经学院的事工。感谢上帝的保守。咱圣经含义用圣经真理做基础，为牧者甲教会同工提供教育的装备。咱的课程帮助兄弟经历医治甲成长。针对牧者同工提供灵修甲进修，传教者平常无用服侍。所以更加需要静修。咱学院的课程设计真侪款，有圣经释义、讲道、牧友关顾、宣教、牧者的自我认识，甲灵命的成长。通过讲师甲学习者的互动，帮助每一位同工重新得到火热的心志，衷心回应主上帝所交托的使命。针对信徒甲上帝的关系，学院有设计无相款的基督教灵性课程甲讲座坊，深化丰富灵命的旅程。比如举办生态灵修体验营，邀请英国的布勒斯教授，引带咱探讨后疫情时代如何关心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举办第一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主题是福道福音现场。伫当代基督教艺术讲座坊，邀请基督徒艺术家分享，伫日常生活中用艺术表现对信仰的敬虔。咱有规划4个艺术类型的展览空间，引带参加的人福道福音的现场。甲家己对话，完成一幅心灵艺术的信仰展现。牧者高峰会议，邀请全国的牧长来到新竹市的高峰路，将牧友成做一段温度训练的旅程。当体会到陪伴的对象哪多，所需要的策略也哪多。伫这个不断变动的世代，伫第一线牧养甲信仰的教育者，会搁较努力敲找甲使用各种方法甲工具，期待搁较有系统、有深度来服侍。针对教会需要，设计深度灵性课程甲讲座坊，也负责课程的内容、带领甲专题演讲。欢迎有需要的协助的教会也是机构，将恁的期待对阮讲，重新规划培育课程甲活动，通过具体服务迈向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咱的教会亲像伫天里。未来媒体空间继续更新，互空间搁较活泼，一步一步改造原有的建物，符合现代化，搁较有信仰意涵的空间，互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的水，真实伫媒体的设备。疫情了后，有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到圣经学院使用各种的空间，举办活动。伫遮大甲食，学院的餐厅提供四季各种的菜色美味，互上帝的子儿同坐倒，共同饮食，做伙享受上帝的恩典。邀请你透早伫校园散步，亲自感受
日头的光，土地的青翠，开的花，体验造物主的美好创造。圣经行业的时间是上帝美丽的时间，伫遮会使甲上帝相拄，邀请你甲我用奉献来参与圣经行业的时间，继续为着圣经行业关心大道奉献，感谢你。咱即摆董事长是苏家宏长老，伊是一个律师。可能咱有个人捌伫电视吼看到一寡节目拢有伊吼，因为伊是不只啊伫家庭啊婚姻内面做主要的。今仔日咱真欢喜，有咱遮爽大的同学，佮有毕业典礼，真歹势，确定我会过去第二场礼拜，所以真多谢咱的家己的牧师吼，咱的迄个董事长，真侪同工参与伫今仔日爽大的时间真感谢上帝，嘛邀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双年大学奉献，为着圣经学院来奉献，咱做伙来感谢。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阮感谢你，阮看到教会正当工的努力，互双年大学愈来愈有特色，祝福阮所举办的双年大学，互每一个参与的兄弟姊妹，因退休了后，因的生命有方向，也互遮每一个同学。成做这个时代的光照伫人，行伫正确方向。通过上帝你的话语、智慧的根本，赐予阮的教会认真做工，结出福音的果子。亲像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也通过伊的智慧来影响迄个时代，一直到今仔日。愿阮的影响是对上帝你来，愿阮的光照是对上帝你的听。赐予阮的教会、阮的牧者、阮的同工。做伙用上帝你的话语来塑造合伫你心意的上帝大学，以及教会所为机构，赐予阮今日同心的敬拜，也通过阮的学习，继续行踏伫上帝你欢喜旨的道路。为着阮的教会所做工，为着圣经学院上帝大学所做工，愿上帝你欢喜，赐予阮今日的敬拜。祈祷感恩，奉靠大人君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阁三甲来吟诗，圣诗347首。主耶稣，我袂倚靠你。咱起立来吟全首。主耶稣，我袂倚靠你，只有通靠你，恳求你。小我到一世，我袂倚靠你，啥免我为你较情，恳求你是有你明我到一世，我袂倚靠你来是。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伫即个12月，充满期待佮温暖的大降节日，赐予阮众兄弟姊妹努力传福音的心志，成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仔日，阮看到松林大学每一个学员，拢有上帝保守甲看顾。每一个人伫学习中，真正有活力，真正是活甲老，学甲老，领受对主来祝福甲听。现在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做圣工路用，求主干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郑海安长老报告。我只是来报告。首先感谢咱的信仰院的院长吼，吴牧师今早去伫咱中间那边来吼，咱泡泡甲感谢。我来介绍今早去伫咱中间的人客敢有？咱头一摆来吼，还是咱松大的学员的家属吼，咱徛起来吼，咱欢迎一下。有头一摆来个咱中间的。哦，咱泡泡给欢迎吼。要不头一摆来，第一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的哈，后面还有哈，来拍拍手，在这边也有哈，来欢迎你们，好欢迎。有礼物吼，要袂举手，要袂举起来，较紧的吼。好，咱来报告哈，咱今早起是在降节第二主日，还是松大主日？啊，也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吼，咱感谢袁牧师咱中间来报告。好，咱伫周报的第二啊吼，有咱的教会甲协会有精聘人才吼，包括是咱协会的总干事，以及咱的社区关怀据点的专职人员吼，这是需要有社工员还是照服员的资格吼。另外，咱也需要一位社区的干事吼，啊，这人才咱也感觉咱适合，咱看周报第二啊吼，咱也感觉咱适合会当将履历表来摕互陈牧师吼。好，咱明年度第一版的圣礼典是伫1月5号，1月初5吼。若要受洗礼，请伫12月22以前，区长也是小组长来报名。中级的地级训练伫本主日下晡1点，请咱新任的中级会当来出席。12月21拜六的2点吼，圣诞老公公的游街以及圣诞嘉年华的活动，请咱伫1点伫2楼礼拜堂来集合练习吼。那么若要报名的，请到1楼的广播栏。这是12月21吼，拜六2点到3点，圣诞老公公的统领报佳音；3点半到4点半是圣诞嘉年华的伫远东百货的报佳音吼，请咱来报名。12月14号14拜六下晡6点，伫2楼礼拜堂有圣诞晚会吼，请有参与的同工注意，伫下午1点。下晡1点，爱伫教会来集合来准备吼。这是12月22号星期日的圣诞赞美礼拜吼，伫福禄馆的国际会议厅，请咱注意时间甲地点。本年度要结束，会友的奉献证明要开立伫2024年，请注意吼。若是刷卡划拨，还是用Line是到12月22号截止；若是现金，也是银行转账，会当到12月31号截止。请咱家己注意时间吼。松大讲座12月11拜3 10点半是冲突地雷拆除、伤得医治最佳时机，是王荣义牧师吼，请咱注意。泰尔中会的司马县教会有筹募建堂的经费吼，
义卖老姜、甲部落果酱以及椴木香菇等等吼。若要支持的会友，请到1楼的公布栏登记，下主日来截止。第5组的蔡宗佑甲蔡妙仪夫妇吼，伫12月初1有顺利生一个查甫婴，感谢主，愿主祝福新生儿平安快乐成长。上青小组的黄丽君姊妹的老爸黄财传长老吼，伫12月初3蒙主恩召，要伫12月9号伫台北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式，愿主安慰灵甲为主同在。好，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用台语来读。找上主做避难所，比瓦克人较好。诗篇118篇8节，搁一摆吼。找上主做避难所，比瓦克人较好。诗篇118篇8节。以上。下面咱要来进行2024年度双年大学的毕业典礼。咱通看周报的第9页，咱今年的毕业生硕士班有游淑莲来到伫台顶哦。是不是请迄个校长那个蔡光福长老也到台前来？一起。咱真恭喜哦，这个游淑莲，游淑莲姐妹，阿姨来完成这个硕士哦，甲这个曾玉梅，张秀珠，伊来完成这个学士哦，咱先拍破来甲因恭喜。我来代表这个咱的这个中年大学的这个校长来为因拨穗哦。简单。咱拍下甲因恭喜。下面要来颁发硕士班的毕业证书，要请光复校长来颁发。首先是迄个硕士班。好，硕士班哈，迄个游淑莲同学，恭喜！刷只好，还没。好，过来刷只是学士班的郑玉梅，甲张秀珠姐妹。
毕业证书要打开来。插到豆饼家哈，赶快每个豆饼家，稍等一下，先到左边这边哈，要颁发奖品。毕业证书可以先放。好，后面要来颁发奖品，首先要来颁发的是中校校长奖，哈，是由苏联得到，啊，要请迄个张惠美委员来颁发。李慧啊，对不起。张议会长落来颁发，对不起。第二个奖是中会松林树工主任委员奖，得奖的是曾玉梅姐妹，咱要请庄凯安长老来，庄凯安委员来颁奖，恭喜！后一个是嘉南教会委员奖，得奖的是张秀珠姐妹，要请丰盛委员陈丰盛委员来颁奖。后面要来毕业生的合影，好，请毕业生到台前来。请咱后也请委员、校长、委员都到前面。校长、副校长，好，把这会。下面咱要三个来唱校歌哈，唱颂大的校歌。那请所有的颂大的学生、毕业生，还有所有的贵宾委员，我们一起起立。
李晨，这样我是要记得。咱请大家起立吼，咱做伙来吟这首祝福的诗397首。吼，吟诗煞，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赐福保护你。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探，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地，互恁伫生活的中间、日常的中间，经历上帝恩典，甲上帝祝福，互上帝话成做咱大家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咱煞只要请松大有氧健康舞蹈班，好来唱这个会后诗啊，好，咱拍拍来欢迎松大有氧舞蹈班。
咱用普卡声来甲因做伙鼓励好不好？
感谢中年大学有氧舞蹈班，好咱拢年轻起来了哈。咱今仔礼拜到家，咱松大的毕业生好，或是学生要在前面拍照好，可以跟校长、跟我们的主委好，让这回来翕相啊。好，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让侯兄来请安，好，晚上再去和咱大家好，多谢。